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我先什么图书台头先就来报天灾。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33个本土病例，其中台北市有158人，新北市有148人，也有40个是找无感染源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双北对明仔载开始高中以下包含补习班、幼稚园拢爱停课，家长也烦恼讲囡仔无人照顾问题。 伫咧邦桥阿东病院逼出9个人染病，可能会造成病院内面传播链。另外，马街病院宣布讲，邦桥绑架民众，敢若会当户外门诊。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335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个境外，333个是本土病例。其中伫咧台北市就有158人，新北市有148人，桃园也有10个人染病。另外，上届使人烦恼的，也就是也未找到感染源的有40个病例。 讲到咱最近国内疫情当咧严重，咱的政府也开始限制旅客入境。那准备台湾居留证的民众，对5月19开始是袂当入境，一直到6月18为止。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悬，8月17本土病例佫增加333例，其中189例是女性，144例是男性，年岁伫5岁至90外岁。 其中以台北市158例上济，艋舺就占89例，过来是新北市148例，邦桥41例，桃园市10例，基隆市6例，彰化县5例，台中市甲宜兰县拢2例，新竹县甲苗栗县拢1例，因那感染关联也不明的有40例。 不明者就是因为还不清楚，所以还没有验。那清楚的这一部分，大部分上就是还是以万华区域哈。 那茶室那个是占了一个非常大宗的一个情况。本土疫情即卖愈来愈严重，为5月11开始，连续7天累计已经有784个确诊的个案。专家讲，即卖疫调已经做袂了，台湾社区即卖是一个大型的群聚事件。 台湾社区目前的一个大群聚的事件呢，所以我们在实验室的资源里面，我们适当的分配应该是做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不再做个别的定序。因为最近确诊的个案日头增加，健保医疗线顶查询系统为即卖开始会增加通报个案检验阴性，也有经过疫调的做14天自主健康管理者，这2个项目会当协助医师替患者做诊断，或者是做相关的检测。 裁决里面还是有这些检验阴性，因为时机的不同或者未发病的情况，所以它可能还是有这样相关的可能性，所以我会把它注记起来，那提醒医疗机构要注意。另外，因应国内疫情野悬，为拜3、19饭点开始，会实施边境严格措施，外国人暂停入境，嘛会暂停旅客来台湾转机。目前这个措施初步按算会实施到6月18为止。 这2天境外移入的个案比较少，对医疗量能的影响，就比较少。那但是呢，检疫的量能仍然是有它的一个压力在，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国内本土疫情严重，为了避免医疗人员制载袂调，指挥中心甲第一批133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安置伫咧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护理人员24点钟进驻，会评估患者敢有需要送病院。 目前暂时无考虑设置分层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湘北的疫情当咧严重，2位市长也决定讲，湘北地区高中以下学校对10月开始停课到28，学生囡仔会当用线顶教学方式，家长若准有照顾囡仔的必要，会当请防疫照顾假。从明天开始台北市全境那个高中以下包括高中、国中。 小学、幼稚园、安亲班、补习班，还有托婴，那先停2个礼拜，到5月28号。湘北疫情提升到3级警戒，台北市长郭文珽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先强势，17对外宣布，台北市、新北市高中及以下学校10月开始停课到28。台北市受影响学生334293人，会用停课无停学，学习无中断，教职员工延居家上班，远距教学。 根据统计，超过12000名0岁到6岁幼婴受影响。学校停课期间，要建立密切连接，达成父母陪伴、老师辅导，学生乖乖伫厝。不过，双薪家庭真烦恼，囡仔无人照顾。国高中以下身心障碍的子女，如果需要照顾者，你可以请
防疫照顾假。伊强调，较初囡仔读国小幼儿园，家长无法度伫厝照顾，学校依然会提供学生到校接受基本照顾。停课期间也维持弱势学生早顿、中昼顿补助。毋过早伫双北宣布全面停课进前，真侪家长透早就去学校为囡仔请假咯。毕竟在我们万华地区来讲，有很多几乎都是所谓的隔代或者是怎么样的在教育，那很多家长也都很辛苦的在上班，那忽然间要请假。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高中职这个学程，因为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性，它很多都是跨县市，而且是跨区域的。那这么多学生聚集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其实它相对的风险是更高的。很多家长，包含我自己也是，我们小朋友今天都是请假的。教了太多的话，其实对于那些请假没有来上课的孩子，也相对也是不太公平。双北高中职以下全面向阮古教学，避免疫情伫校园摊开，要高中生演练阮古教学，另外课程限制问题，教团认为应考虑休抓或者是其他时间调配，一切以健康安全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双北因为疫情关系，宣布对明仔载开始，高中以下学校就要停课。这范围也包含补习班、安亲班、公私立的幼儿园。政府也讲，若阵家长有这个照顾囡仔的需求，会当请防疫照顾假。公司的部分是袂当叫员工请特休假或者是事假，违规者会去罚罚钱。中昼12点，来湖区国校的门口，坐汽车甲奥多麦，拢是家长准备要来接囡仔转去。烦恼学生伫学校会去互话着，袂少家长也袂等台北市府宣布要停课，中昼落去学校要接囡仔转去。我本身是做环境资讯业，这也宣布居家上班，学校也有通知，家长可以自行判断说要不要让小孩进学校。甚至有袂少家长早就替囡仔请假，要伫咧厝里防疫。去学校毋是为着要接囡仔转去厝里，是要替囡仔摕课本，伫咧厝里会当读。今天之前就都请了，我说应该会停课，所以小孩已经在家了，就请到6月前。为着保护学生的健康，台北市宣布，高中职以下、国中、国小，还有幼儿园补习班、安亲班等等，为18到28停课2礼拜。不过强调讲，停课是袂停学。台北市府表示，学生会当透过线顶学习的平台台北酷课群，伫咧厝里自主学习。A 点在原点的右边2单位场，所以我们用坐标，我刚刚一直有提哦。学生在家自主学习期间，那利用酷课营在家学程式设计、学外语。停课不停学。另外，双北市政府表示，后生查某囝若是伫咧12岁以下，或者是国中、高中以下，也是身心障碍需要人照顾的，拢会当请防疫照顾假。市府强调讲，头家人拢应该爱准假，毋过袂强制头家就要付薪水，会当由劳资双方来协商。劳动部强调讲，若是头家无要准假，或者是强制要求劳工都要请特休也是事假，会以违反劳基法，罚2万至100万。给不给假，我想要各市各公司的状况。那每一个企业它所能承受的程度不太一样，然后在这一波这个疫情来的时候，也有更是重灾区啊。工商团体表示，企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会以防疫为优先。2礼拜了后，再去观察倒一寡产业受到冲击，才会向政府来提出纾困的需求。不过有立委建议讲，会当甲防疫照顾假的薪水补贴纳入去纾困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本土病例一直增加，基隆市也宣布讲，基隆的高中和国中3年的学生囡仔对10月开始停课。另外，基隆市政府也要公布伫咧基隆的病例行踪，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另外，伫咧基隆、高雄、屏东也要宣布讲，高中以下学生若准家长有同意者会当请假，不过台南的部分暂时无要来实行。麦当劳挂上设备消毒中扛棒，加长工才营业。热炒店也扭落铁门，也阁有卡牌店顶区域，拢是家人确诊个案，因为5事经过卡遮。伊读高中甲爷母亲拢确诊，也互家人市府讲有一寡烦恼。公布母仔囝行踪，呼吁民众注意，也决定10月起，国3、高3学生拢停课。我们国3跟高3的这些同学们，要乖乖的给我待在家里面。那从今天开始，编组加强对学生平常聚集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巡查。家人停课，既然原本宣布自17起，高3、高3学生无到校，佮弹性调整，高中职以下学生会当请假，也毋过各县市无共调，也互县长林祖苗呼吁中央统一规范。各县市停课的标准不同，令家长、学生恐慌。恳请中央比照去年的延后开学的模式，宣布即日起高中以下全面停课。
配合教育部政策，高雄市甲屏东县也同意，高中以下学生会当伫家长同意之下请假，不过学校也有所顾虑。如果孩子可以不乱跑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欢迎这样的政策啦。哈，那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人可以管控，也没有把握孩子是不是确实不乱跑的话，那到学校来我们管理比较好一点啦。为了防疫，专台调整高中以下学生上课时间，不过台南市认为专区也伫会当控制的状态，暂时无打算第二户学生请假是停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国内疫情关卡，伫咧邦桥的阿东病院也逼出病人甲看护，其染到武汉肺炎的情形。病院表示讲，病院内面恐惊已经有传播链来形成咯。目前已经有9个人染病，把接触过病例医护人员目前体检拢是阴性的，也会继续做体检。伫咧病院的部分，目前是无打算要来封病院。湘北疫情大爆发，邦桥阿东病院嘛传出有大院的患者甲看护确诊。今仔日病院这边有出面证实有院内传播链。这个大型发病的指标个案，暗号1375是5月70急诊收治的大院患者，12开始发烧，13因为网架群聚事件疫调，问家属了后才知影这个个案捌伫网架出入，随甲做 PCR 的检测，伫14确诊。凌晨半夜1点确诊的当天，我们从白天转到负压隔离病房，接着在中午就转到加护病房，进加护病房3个小时后插管，所以他算重症。伫传出大院患者确诊了后，病院这边随扩大采检同一个病房的患者，抑佫有接触的照顾者。伫健保病房中迄层的个案，也就是暗号137514先确诊，也有2边边仔病床的患者，一个伫第2届采检确诊，另外一个第3届采检的时阵验出阳性确诊。后来就连隔壁的病房甲急诊的患者，嘛拢有验出阳性确诊。目前9个确诊的个案内底，包括7个患者、1个家属，抑佫有1个看护。目前并无医护人员去围调，也有验出确诊者的病房，包括6B、8D 这2区，拢已经做几啊届的全面消毒。这位病患他住院的时候是可以在走廊上面活动的，匡列的同病房里面所有的病患、陪病家属跟医护人员进行这个筛检跟隔离，所以才后续找出其他这一些同病房当中也确诊的病患。那目前整个采检都是阴性，而且院内已经全面消毒。阿东病院强调讲，到目前为止无考虑要封院。也若捌甲确诊的个案接触的所有医护人员，初步的体检拢是阴性，会搁做第2届 PCR 的检测。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目前有6间病院有确诊者出现，不过敢若有阿东病院是院内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本土病例一声飙出遐尼济，外界也伫咧烦恼讲府也未隔离病房敢有够用咧。指挥官陈时中今仔表示，政府会成立有医护人员进驻的集中检疫所，负责镜头较无遐严重的患者，而且也要求各地头的病院就要降低因会当负担的病人人数，也要爱加强开检，确保这个医疗体系袂来崩盘。伫台北马街病院急诊室边仔的室外是出现一个白色组合处，真侪民众伫遮排队，这毋是发烧体检站，这是马街病院新设的户外门诊。马街病院发出新闻稿表示，因为疫情升温，只要最近有去过，也是病例登记地址伫艋舺、邦桥等等风险区域的民众，为17号开始这看病地点是为原本病院内底是改到遮的室外门诊。好，其实它这个做法就有一点像是我们那个发烧筛检站。好，那一个确保这个院内受到感染的可能性，把它降到最低。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在医院，因为因应这紧急的疫情，希望医院能够降载筛检的提高，那对医院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保全，能够兼顾我们的医疗的量能。无干那马街来强化检疫，台目配合中央政策来减少防疫以外的医疗行为，希望把这能量集中来面对这个疫情。有关台大的部分，它也是配合着做降载的动作那所以是非急迫性、非紧急需要的一些住院或者是手术，把它暂停。面对确诊人数大量增加，陈时中嘛表示未来推动风尘病院，会来启动有医护人员进驻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来安置一寡无镜头也是镜头较轻的一寡确诊者，来做医疗院所的缓冲区。目前是有总共133位确诊的病患，目前先安置在我们这个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当中。所以目前我们还有至少235间的这样的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
罗义军嘛表示，加强版集中检疫所的患者，也是身体健康出现变化，会由医生透过视讯来看诊，并且来开药啊。另外，也是病院有空的病房，嘛会当转到病院去，希望来增加安置者、确诊者的空间啊，个能量。记者张志雄、陈柏如台北报道。在今日出现的本土病例当中，台北市是上介济，有158人。双北唔若启动高中以下停课，台北市长郭文泰也呼吁讲，大学也着爱对咧停课，甚至来呼吁市民讲爱有自动风险概念，目的就是希望民众唔通出外拍走。另外也宣布讲，对今下晡4点开始，亲像及红仔店、吊鞋场等等的场所，拢爱暂停营业。疫情冲甲真紧，17新增加333例确诊个案，其中台北市人数上济有158例，各行政区当中各以网界89例上济。面对疫情紧张，双北宣布10月开始高中级以下停课到2月。台北市长郭文泰也呼吁大学共步停课，佮提出自动风险概念。感染人数上升太快超过医疗体系的负荷范围，所以为什么要呼吁说？这个叫自动自发的封城，而不是那种出动军队的这种硬性封城。我还是相信台湾的国民素质。伊向无赞成封城关系，希望唔通动用到军队封城，而是主动减少无必要的外出。也宣布业红仔鸡店、钓鱼场、导游店、AR、VR 甲餐饮、复式卡拉 OK 等，17下晡4点开始全部停业。也建议唔是卫生必须的店家，亲像餐厅等先暂停营业，互台北停落来，减少逐工新增加的确诊人数。也强调台北市的医疗量能绝对会当应付。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是全台最高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台北市以外的地区更要烦恼的。其实打疫苗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力是我们很快就没有疫苗可以打，这才是问题到现阶段，整个事实上我们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人力是还在。无必要就莫出门，出门就一定爱挂喙安。郭文泰强调，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是全台上悬，若因控制疫情、减缓传染速度，就应度过危机。另外，市府外部机关要确诊接触者已经安排采检。市府强调，市府员工内底无确诊，唔免伤过惊吓。郭文泰也承认，台北市府有风险演练规划，希望被正式去用到。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新北市本土病例，今仔日有148例，大部分集中伫咧邦桥和三重埔。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呼吁民众讲，爱有先做第4季的拍算，也着爱做准备。那准伫外面无挂嘴掩者，会随时开罚单。另外，今仔日伫新北市联合病院的邦桥院区，也要设一个新的社区体检站，无到中昼200名额拢已经抢了啊。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确诊数，今日是新北市本土病例列区集中伫邦桥三重埔。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所来期管控强度会更加强，并且社区高度管制、极度活动，为升级第4级做好准备。新北市一定会做好第4级的准备。未来如果在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滚动式检讨、快速的反应，断然该处理、该封就要封，绝对不能等待。我的强度的管制会越来越高。标准的一个指引都有好，那昨天那个侯市长跟我开会，提出来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提给专家来做一点讨论。17早起，新北市立联合病院邦桥院区设新的社区体检站，第一工200号码牌早起就发了。10月开始，逐工早起8点会发300号码牌。侯友宜也认为，目前3级警戒伫民众自律之下，大部分高楼店家已经休困，因讲是进入半封城状态。也强调，新北市即马开始严格处理，老民众无挂嘴安会直接开罚。不戴口罩，没有所谓的规劝，照相纯正开罚。外界烦恼新北市确诊数一直升悬，病房收治能量无够。卫生局表示，已经予轻症患者带中央集中检疫所继续增加专责病房。
那好在这次的病患其实大部分都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者，所以呢，中央也已启动让这些轻症或无症状者呢到集中检疫。新北市统计为4月1日到5月17确诊人数359人。侯友宜表示，会逐工公告新北市高风险地区。17公布新北市本土热点是前5名，邦桥94例上悬，三重埔44例，中和41例，永和36例，土城31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湘北地区的防疫改站提升到第3级，工作人员对即马开始到2月为止上下班的时间停好春秋。另外，新北市的警察局也讲，泸州警察分局第5个派出所要员警来较进度，目前派出所也已经进行消毒过啊。另外，最近是真侪人要报税时间，财政部也宣布讲，全台湾的国税局到2月为止拢无现场报税服务，请民众透过网络进行报税。台北市政府逐工有12000人进出，湘北提升疫情警戒到第3级，市府严格管制人员进出。要进入市府，爱先提出观光证，一般民众爱落实实名制。湘北地区公务人员启动春秋上班，为17到28，上班为早起7点半到10点，下班时间调整到下晡4点半到暗时7点。疫情升悬，市府员工表示，即马办公室气压真低。另外，有社会局员工投诉出勤系统无配合修改春秋上班，被指是按照正常时间上下班。不管是大家在什么时候刷卡，只要他刷的时间是10点以前，其实我们之后都可以再设定，所以这个倒没有影响。新北市府传出员工确诊，新北市警局泸州警分局证实，无派出所员警14暗时发现有小可症状，去病院采检，自主健康管理16确诊，所内伫第一时间已经消毒，也自主隔离，考虑采检会陆续安排做疫苗。那我们那一位员警，因为是跟有地方人士跟狮子会之间有互动哈，那他跟这个地方人士有所接触确诊哈，那我们马上启动周边的3个派出所来做协力。经济部也1人确诊，除了有5人爱自主隔离，经济部阁启动分区办公应变机制。5月报税也受影响，财政部扩大宣布，全国国税局到2月取消柜台报税服务。都没办法报税嘛，现场报税。对。我刚刚来，然后他们说要月底回来，避免有民众到国税局因为洽公而导致相关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全国的各国税局从5月17号开始到5月28号都暂停临柜收件、临柜报税服务。台北国税局表示，总共有160人异地办公期间也未接触一般民众。今年申报延长到6月30，民众应透过手机网络报税，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咱台湾最近一声逼出遐尼侪本土病例，也替观众朋友来整理各县市的病例人数。今仔日本土病例新增加333例，其中伫咧台北市上介济就158例，艋舺就占89人。伫咧新北市的部分也有148例，邦桥就41人，桃园有10例，基隆市有6例，彰化县有5例，台中市含基南拢有2个病例。另外伫咧新竹县含苗栗县也拢有1个病例。讲到这个彰化确诊的个案一直在增加，经过调查发现，讲这传播链拢是甲卖葡萄家族的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有3个民众捌甲卖葡萄家族内面一位确诊个案，坐工地岛做伙食喜酒，却因为安尼生就来染着病啊。县政府也赶紧追查1300个接触者，另外也有3个学生去染着病，经过调查拢和卖葡萄的家族有牵连。饭店员工详细消毒车客用的刀啊椅啊，彰化县花坛乡的全国内园大饭店传出确诊个案，5月7日中昼有3名参加喜酒的民众，方检出确诊新冠肺炎。彰化县政府紧急鼓励1300名接触者，拨离彰化病院17早起也派出采检车前往内园大饭店，对员工进行采检。担心是会啦，但还好啦，因为我们全程都有戴口罩，而且公司是定期早晚都有在消毒，所以基本上我们担心是不高啦。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基本上有分正职跟 PT，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固定，就是他分配在哪一个厅，他就是不会再到其他的楼层去窜跑这样。
饭店业者表示，目前对总员工也无身体无损坏状况。中华关卫生局表示，因为葡萄家族案中一名确诊成员5月7日中昼捌到莲园大饭店食喜酒，讲这10人中有3人确诊，接触者伤济，所以才会进行紧急体检动员令。因为1300人数非常庞大，所以呼吁说，在那天中午，你有去全国丽园用餐、参加喜宴的这些民众，你如果出现症状，请务必到我们部长的急诊室来做采检。彰化里面他们就匡列的非常大非常广泛。那当然，它几个相关的个案都有它一定的一个联系，所以我相信彰化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匡列跟采检，应该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病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中华关的大规模扩列，但是中央认为对疫情控制会有帮助。中华另外的3名新确诊者是学生的身份，分别读中泰国中甲南中华某一间国小，其中2个人甲葡萄家族有亲属关系。官府除了紧急进行环境消毒，也宣布中泰国中即日起停课。那国小是确诊者迄班停课。因为中华疫情一直扩大，官府也请各乡镇市公所成立翠暗纠察队，劝导民众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17增加2个确诊病例，其中1个是中庆国小的学生。市政府虽宣布讲中庆国小就要停课2礼拜，不过这个染病学生因妈妈放伫做居家隔离，想袂到煞阁拍去，阁走去外口买物件。卫生局也决定讲要甲这个病例妈妈罚钱。另外，进前一个代理有一个病例，伊本身是一个做便当店的外送员，所以针对疫情调查的时阵，伊拢无老实讲。卫生局也决定讲要甲伊罚30万。台中市环保人员一透早就到西屯区中庆国小进行消毒，因为16半暝啊，台中市府紧急发布新增1名确诊者，就是中庆国小的女学生。市府也宣布中庆国小全校停课2礼拜。17有民众原本要将囡仔送到附近的安亲班，只听到中庆国小有确诊个案，赶紧将囡仔接到转去。今天等他上课啊，对啊，一听到说昨天晚上确诊，赶快先带走。我们是在昨天晚上10点半接获通知，那这名女童确诊。今天开始，重庆国小停课一直到5月31号，那这段时间是采取线上教学。台中市另外1名新增个案是住伫大理区的1886例，目前当隔离治疗。卫生局也查出，进前也住伫大理的1591例68岁查甫人有疫调不实的情形。经过警政系统调查，发现伊伫北屯区明家乡便当店外送便当，便当店紧急消毒停业。卫生所新增扣了8名伫厝隔离，12名自主健康管理。他其实在那边有工作哈，所以曾经有人来问我说：“他明明就有在饮食店工作，为什么你们查没有？因为他没有诚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违反这个传染病防治法43条哈，他这个妨碍我们的一个疫情的调查跟处置，我们要重罚他30万。”台中市卫生局就表示，除了封盖疫调的1591例封开法，中庆国小确诊女学生的母亲列为伫厝隔离者，却互公社区住户发现伊家己出去外口买物件。卫生局证实有这件代志，将调查学生母亲外出时间，将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将罚20至100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伫昨有增加3个确诊病例，不过到半暝啊，新竹县政府才对外公布病例行踪。那边的代表批评县政府螺丝灵气啊，连民众也感觉讲县政府的调查无够详细。因为有确诊者要来遮互医生看，福建诊所门口打广告，会停止营业到5月23。另外，还有确诊者伫5月70要去高铁新竹站坐上北的车，行踪迈一脚步才公开，引起民众的议论。因为高铁站是早起就做例行性的消毒。指挥中心礼拜16公布新竹县新增加3个确诊的个案，不过新竹县政府一直到17番点才对外公布这个确诊者的行踪。在公布之前，网络顶就四界在风声这个确诊者要行达过的所在，民意代表是批评县府反应是真混沌，嘛无采疫调人员的拍拼。这个反应已经慢了非常多拍。我们新竹县政府是不是没有在做事，甚至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掌握到足迹？根据县府公布的行踪，暗号1588是新竹县50多岁男性，5月70坐高铁去台北，
了后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甲凉州街附近的妈祖庙，接续去邦桥朋友因兜食饭拍牌，半暝去三重埔正义北路金凤 KTV， 了后搭客停车转去德北。也若暗号1589是新店县也未满6岁查某囡仔，伫也毋知影是确诊，毋过已经有传染力的期间，有伫学校上课。5月初8去永庆诊所做幼儿类形成的预防射，5月初10甲14拢有去医疗验所。另外，个案1672发病进前拢有持续去上课。5月11两带去予医生看，不过当地民众认为讲，疫调应该都要较详细的。那不可能只会学校住家，而且他公布的有2天是母亲节的假日，可是你不可能幼儿园母亲节还要上课吧？觉得这个东西要先审核之后再确认再公布才是比较好吧。这个行踪公布了上慢，引起民众的不满。新德县府表示，已经召开检讨会议，而且嘛承认确实是无处理的经验，未来卫生局会检讨甲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印度疫情继续伫咧增加，唔那影响到印度国内疫情，连带影响到国际疫苗生产。因为印度总理莫迪伫3月中下令禁止疫苗出口，互关底要出口到COVAX疫苗，真说是欠货啊！有钱个国家是继续囤疫苗，也无要流出来，全世界疫苗分配会愈来愈无平紧。环境济船啊，沿河花顺路，因为最近一直接到民众通报，黄河水尾有大量的尸体，有的已经被官方证实是为着新冠肺炎死亡。जो कुछ लोग सबों को लावारिस मान करके और नदी में बहा दे रहे हैं और दूर दूर तक सब बह करके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जनता में印度变种病毒拖甲真紧，真侪邦的封城措施一直延，也打乱国内疫苗生产计划。全球上大疫苗制造商印度惠清研究所，伫3月中就接到当局命令，停止库存出口，将原本要出口到 COVAX 疫苗全部留伫国内，外靠 COVAX 疫苗的非洲国家上受影响。另外 ，BBC 报道指出，好几个国家超买疫苗乱象真多，亲像加拿大买数量已经超出全国总人口的5倍，英国、欧盟、美国、甲澳洲囤疫苗数量拢超过总人口的2倍以上。即马佫传出部分国家要开放囡仔甲青少年做疫苗。听到这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是正反对。I understand why some countries want to vaccinate thei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t right now, I urge them to reconsider and to instead donate vaccines to COVAX. 不止 WHO 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也呼吁 G7 7大工业国集团甲欧盟伫未来3个月当中，捐出国内供应量2成，就用捐赠差不多1.53亿剂，这就用补助印度限制疫苗出口所造成的供应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王碧文评析。讲到逐年的5月，真侪爬山旅客拢会去爬喜马拉雅山，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条路线会经过尼泊尔。偏偏伫咧尼泊尔这个所在，有人对遮入去入山的旅客，有人来确诊咯。中国第14日宣布讲，暂时封锁对中国入去山区的路线。海拔超过8800公尺的圣母峰，虽然空气真薄，这一年来嘛已经有超过200个人伫光顶过程当中死亡。不过圣母峰伫登山界也是被看作是圣地。但年5月开始变热人，嘛是喜马达加山区登山季节开始的时阵，各国的登山旅客会为中国或者是尼泊尔开始攻顶。2020年的登山季受到第一波新冠疫情的影响来取消，今年原本希望会当重新来开放。中国核准38个中国的公民入山。尼泊尔嘛已经核准408个世界各地来的登山旅客。不过最近已经有几啊个位基地形放送到山脚的登山旅客确诊新冠肺炎，加上尼泊尔疫情持续掠悬，所以中国伫14，也就是顶礼拜5，宣布甲为中国进入山区攻顶的路线封起来。5月以来，尼泊尔确诊人数去甲真紧，目前为止5月12日一天新增超过9200个人，是上悬的纪录。16日礼拜嘛游玩超过7000个人，所以美国专工安排特高专机为加德满都载250个美国公民离开尼泊尔。
I'm just going home to visit the U.S. I got stuck here on lockdown last year and wasn't able to go home, and so I'm just going home for 4 months for a visit. 尼泊尔总人口大约2800万人，比台湾加一岁啊。疫情断开了后，累计确诊人数到45万5千多人，平均每100万人的确诊人数超过15000人，已经接近印度的17000多人。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欧洲有真侪国家拢有注疫苗，疫情也渐渐开始伫咧稳定咯。因对顶礼拜开始也放零防疫限制，亲像意大利海边也是重新开放，伫波兰的餐厅和酒吧会当做室外生理。另外，伫咧法国的泡沫院、电影院以及着一个音乐厅是重新开放，因的宵禁时间也延到暗时9点。英国也照本地计划，伫今仔日重新启动第3阶段的解除封锁。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科学文化宫附近的餐厅，15透早解禁的时间还未到，就组织不少人排队，等要入去好好食一顿。餐饮酒吧停业真久，总算等到重新开业的这一天，有人形容家己心情就像新年围炉同款的欢喜。Długo. To było ponad 200 dni, kiedy byliśmy zamknięci i było to bardzo stresujące i bardzo wyczerpujące. Z różnych powodów nie wiedzieliśmy, czy uda nam się w ogóle przetrwać. Na szczęście dzięki wsparciu wielu ludzi, instytucji nam się udało. 主疫苗真顺利，疫情扩散顶河，欧洲真侪国家拢开始陆续放宽防疫限制。意大利15起取消海捕限制令，同时也取消对欧盟、英国、以色列旅客的入境隔离要求，准备迎接热闹观光大会。英国超过2/3的成年人拢完成注第1剂的疫苗，2剂拢注完的也有37%。每天平均新增感染病例跋落到2000例左右，死亡数字也跋到个位数。当局按原定计划17启动第3阶段解封，温准室内用餐开放，电影院、博物馆、旅馆表演甲体育竞赛，温准30人以内的分享喜庆活动。大学也将全部复课，国际航班往来也恢复正常。也毋过，传染力比英国变种肯特病毒更加强的印度变种病毒，伫英格兰西部真侪城市真紧扩散。为了防止这个病毒拖摆真无简单达成目标，当局继续扩大注疫苗范围，也爱民众逐礼拜去做2摆体检，30分钟就知影结果，而且免费。Total, we've seen just over 1,300 cases of this Indian variant. It is becoming the dominant strain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for instance in Bolton and in Blackburn. 伫法国计划5月中2000万人注第1剂疫苗目标，15宣告达成。当中北韩连续第12天下降，有计19起温准非必要商店、甲餐厅、酒吧重新营业，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重新开放。宵禁时间为暗时7点延后到9点。为了拯救遭到疫情影响观光业，当局宣布价值28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讲做事的时间若准伤过长，会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等等的死亡风险。也因为最近疫情封锁的关系，伫处理上班的时间，恐计因为安尼变搁较长。世卫组织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进行的全球研究显示，讲工时过长的趋势伫2000年到2016年的期间有增加。即甲逐礼拜工作35至40小时来相比，逐礼拜工作55小时，也是讲较侪人因的心脏病甲中风的这个几率会加真侪。2016年开始，就有约75万人因为相关的原因来无命。受害者有72%是中年以上的查甫人，也若过长的工作时数，伊的负面影响真大，会伫咧真侪年了后，甚至讲伫数十年了后才会来发生。Working 55 or more hours per week increased risk of dying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by 17% after 10 years. Increase the risk of having a stroke by 35%. 报告显示，讲东南亚、西太平洋，包含中国、日本，还有澳洲在内，这国家因受到长期工作时数的影响。虽然研究的时间无包含疫情爆发了后，世卫组织嘛警告讲，超时的工作趋势有可能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晚期工作，还佫有这经济受到这个冲击嘛真累倒。When countries go into national lockdown, the numbers of hours work
increased by about 10%, sort of massive increase in digitization of work. And digitization of work might actually make it harder to disconnect when there's an economic crisis and there's a more competitive job market, that some people actually work more hours to compensate. 世卫组织表示讲，长时间工作会造成压力，甲效果无好。这个上限的合理工作时数，才会当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所以就呼吁这个头家人，伫时景无好的时阵，唔当甲这个工作时间留伤长，就爱透过永续的这个工作时数，安尼才会当互劳资双方拢有利。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伫咧南部的兴德电厂4天前有4台机组发生故障，造成台湾失电。想不到今仔下晡阁出现问题咯。这届是1号机组出现故障，经过厂商停电半钟了后，有继续放。台电也讲，今仔日中昼用电用上介伤，有用到3744万瓦，是5月用上上的记录。台电的员工开关切了唔对去，地属伫高雄的兴达电厂4台机组全跳去。造成全台湾大停电，过无几工，17中昼12点54分的时阵，换兴达1号机跳起。台电讲是因为啥物件的管理系统故障造成的。点半钟了后，伫下晡2点25分的时阵，排除故障的状况。很快就排除了，在14点29分就点火，重新盛载，不造成供电，没有造成停电的现象。原本台电预估17个备转容量率有到10.1%是青灯，不过兴达1号机跳起，影响到供应50万度的电。原本预估尖峰的时段，负担用电的需求是3700万度，不过中昼实际用电量是超过3744万度电，搁一个创下济年来5月份尖峰时段用电量的记录，就要超过去年用电量上悬的记录。第一，我们的经济还不错嘛，再来这几天的炎热高温啊，新北市跟台北市因为防疫的关系，学校就停课，学生都回到家里可能会使用家里的电器跟空调，这些因素大概都有关。顶礼拜5月13日大停电，地属全台湾分区轮流用电。嘉顿港因为天气真热真澋热，用电的需求大大增加，供电的灯号为原本的青灯，转做已经667天拢无阁出现代表供电量按倒的黄灯。17个用电量，阁创下济年来5月份的新高。台电证实确实受这个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疫情变严重，台股伫今仔日的早盘一下落落500点，落超过半年线，收盘依然是落473点。财政部处长冷清华表示，会继续关注台股，若准有必要，无排除会调区临时委员会讨论讲敢要进场护盘。各大新冠疫情严重，连续3天增加上100例确诊者，加上政府宣布湘北地区升做3级的防疫警戒，引起投资人的惊吓。台北股市8日大到272点开盘，不到1分钟，指数直接到550点，失守半年线。随后落的幅度减到110点以内。不过湘北宣布天扣到5月28，中昼的卖压搁再出现，收盘到473.2点。收伫15353.89点，申购金额4801.87亿。我们的统计啊，股票从高档修正30%以上，至少有1000家啊，代表说已经先跌了一段。因为提升等级之后，现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不应该再做杀低的动作。只要美股维持一个多头格局，我觉得台股未来的走势应该没有那么悲观。盘面电子经营团散拢照到，台积电伫盘中落超过1%，鸿海落的幅度大约4%，航运股阳明、中盈落超过3%。为咗资金，搁再为防疫升级概念股来避险。疫情压悬，民众抢买物资，嘛互食品类股有所表现。网络买物件线顶的商机概念股嘛，正做盘中的焦点。不过台股其实为11号开始连续3天盘买1500点，今嘛本土病例不断咧创新高。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会观察台股的表现，不排除会召开临时委员会讨论是不是入场护盘。目前来看，这几天的焦灼状况。这个成交量都非常大，非常大，表示承接的人都还是非常踊跃。这代表就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对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的。黄清华强调，国内除了少数消费伫短期内会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包括出口、生产活动、投资动能拢无明显的变化，加上台股的基本面袂歹，投资人唔免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湘北的本土病例一直咧增加，要确诊者敲电话说是救无救护车。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黄世杰表示，目前疫情是真严重，真正无法度互每一个为着病人弄一张病床通好使用，也已经要求病院着要增加专职病房啊。台北的营总也表示讲，各病院已经暂停一般的手术和住院，要来应对这批疫情。 本土疫情汹汹侵关，有机关接到民众求救，讲太太确诊，打电话叫救护车，煞等2天，依然等无到救护车。医院质疑湘北病房能量是毋是已经被砍得哩？台北市医疗工会指出，真侪毋是紧急病房已经关起来，调度病房人力支援急诊。 昨天同时大概有10几例都在等待病房当中，这个会让第一个病患本身，还有他的同住家人，以及整个社区带来非常大的恐慌跟压力。那现在很多病房开始逐步关闭，然后有一些医院要启动为全院的，都专责来做肺炎病患的收治。指挥中心呼吁轻症的人先踮在厝内底等待通知。 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承认，即马疫情非常严重。那照连日来超过100例个案，确实无办法互每一个确诊个案拢安排到病床，已经要求病院继续增加专职病房。事实上，在很短时间内要控制那么多病床，的确是有困难，并没有办法说每一个确诊个案都安排到医院，暂时留在家里，也是现在目前中央 的一个指引配合整个指挥中心的指示是对于这些非紧急需要的住院手术都已经全部暂停。我们都希望民众对于非紧急的就医包括门诊、一般普通的检查验等等，都能够暂缓来医院。目前医务器官部主任李伟强是表示，目前各病院已经伫降载当中暂停非紧急住院的手术，医院需要时间扩充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湘北的防疫级数升到第3级头一个上班日，代替伫咧湘北市7个较大的车头实行人电的管控，也可能是有一寡公司早就启动伫厝办公的规划和企业分流影响。今仔日这寡车头会当讲是人无介济。对号列车取消站票，持定期票、悠游卡及一卡通等电子票证的旅客，请搭乘区间车或区间快。 台铁站内一直公布，因应疫情，宣布禁止使用电子票证坐对号列车，确实落实对号车禁卡票。实际去哩自强号列车，确实无旅客用起来，车收也真空。拜一是第一个湘北防疫升级3级的上班日，台铁伫湘北过去7大人济国客车站，加强指引分流，互旅客袂客伫入口还是柜台。 人流的管制，那今天开始也都有在早上7点多有加开通勤列车来因应，整个那个避免有旅客在乘坐车厢过度拥挤的状况。台铁统计拜日全台旅运人次大约20万，比平常64万人次旅客大降低。拜一上班日，通勤车站的人也比过去较减，可能是受到企业伫厝上班加启动分流上班影响，真侪通勤的人也主动避开尖峰时间，避免人客人。现在几乎没人，对啊，所以感觉很明显，马上人就不见。对。反正我就趁人少的时候才来搭火车，对。所以如果人太多，你就不太敢搭，对。 台铁表示，对于分流措施会先优先劝导旅客，若可能袂听，会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和省卫生机关裁罚。台铁统计，拜日全台就发生2件无挂喙暗过劝导唔听的案例，第一时间拢请铁警协助，依法函省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伫咧湘北地区有规定讲，若准出入大楼、餐厅、商店，拢爱留联络资料。偏偏就是一寡民众挑故意乱写，也留一寡假资料。事实上，即马有 QR code 会当使用，也省真侪麻烦，也会当减少接触的风险。麦当劳各店门市头前，不只有专门的人负责消毒、防体温，也会要求进出消费者一定爱写好资料，彻底落实实名制。 上面蓝色网址帮我点选进去，填姓名和电话。民众用现场用手写资料，使用过圆珠笔也马上喷酒精消毒。无想要用手写直接网的人，也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填写资料。
路边摊我有看过要实名制，现在可能就要先习惯一下，毕竟就是有这种需要。麦当劳大广告强调，伊早起10点半8后，促销店内食物件只有外炸，也就是外送服务，一直到5月28。另外，上北地区星巴克也配合防疫3级警戒，差不多209间的门市一店爱配合扫描 QR code 订阅。全面禁止内底食物件，不过部分民众认为只有 QR code 无手册，对年岁较大的民众是无优先的。可能不知道怎么操作之类的，说有人填假资料。另外，上北4大超商门市也启动实名制，手机扫描进出爱写雇主，不过民众认为应该系统整合，尤其同一个品牌，每进出同一间店都要定下一摆，过程伤过麻烦。比如说他在7用过，可能在不同门市去点选就可以了嘛，要不然你每次都要重新再选一次啊。目前台北市政府有一套台北通 App 禁止台北市各大百货公司、量贩超市，只要显示随行买团真紧通关。另外，高雄也建立一套 QR code 实名制系统。不过，目前行政院开会会以手机号码做基础，整合一套全国系统，应有效降低假资料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目前是3级警戒，新北市政府要去稽查，发现讲有的餐厅根本就无按假帮，也无安排梅花座。伫咧泸州就一间牛排馆讲袂听，也去互市政府罚15000块。铁门半开无营业，西提牛排泸州这间店是新北市餐厅无配合防疫，互人开发的第一例。10月开始，新北警戒提升到第3级，警发局加强稽查各大卖场、内容区甲餐厅。结果发现西提牛排无装假帮，各用梅花座这防疫措施，而且复查了后依然无改善，罚15000，各命令停业到5月28。泸州的西提餐厅发现没有办法落实，所以我们有请他即刻改善，不管是增加隔板或者是改采外带。但是我们在昨天再去到现场，发现并没有落实改善。西提牛排无愿意对外加做说明。另外，正好这寿喜烧果府邦桥府中店同款被加查无符合防疫规定。不过，警发局表示，店内是2个人共用的方式，防疫有难度，所以业者已经决定自主停业到5月28。业主就表示，因为它是火锅店的性质，所以而且是有2人共锅的一个情势，所以比较难以所谓的梅花座跟隔板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他当场5月15号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准备要停业。警发局表示，查核会配合警戒继续到5月28。新北市餐饮场所拢爱遵守实名制、社交距离，各用假帮甲梅花座这个防疫措施，无法度落实爱用外炸，确实违反规定，而且拒绝改善的人，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以上15000块以下罚款，搁停业到5月28。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本土疫情压起来，政府也宣布讲，国内酒吧、KTV、新闻网等等娱乐场所都要暂停营业。那阵暂停营业，对真侪人来讲，等于是失业。政府要安怎来协助因哋？咱做回来关心。本土疫情这阵啊长咧拖，中央也宣布全台8大行业暂停营业，这个从业人员一时间失去生活收入。除了无劳健保、申请袂到救援救助金以外，这站有的公家机关也拢实施异地办公，要如何即时申请补助也是大问题。只讲像放假，迄公司拢已经异地办公啊，啊，所以这人要去对申请这个纾困，啊，纾困会当及时予伊无？啊，若伊无法度随时摕到这个纾困金的时阵，救援救助金的时阵，啊，我想我无法度，我规气阁继续来从事我的行业。安尼颠倒就是有可能行业有可能变做一个破口。针对8大行业的纾困政策，记者伫1个进前无得到行政院的回应。即阵要如何帮助失去经济来源的工作者，到职业工会整理相关的资讯，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希望大家在有保障自己的状况下，可以先赶快加入工会。那即使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的话，我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所谓
民生物资上的需求，或者是你说真的需要即刻救援的话，也可以 catch 我们的工会，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帮忙这样。北市产业总工会也表示，会当理解政府第一时间必须先处理防疫医护相关的问题，但基层人民的纾困甲补助嘛爱赶紧有政策，或者从业人员会当安心通报体检，免为着生活冒险做生理。记者杨淑晴、谢桂玲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1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